阿尼玛卿，阿尼玛卿，出人为谁？79。雪山乡，夏大武乡，大武乡，东清沟乡，从东往西，以右绕的方式。这是朝圣阿尼玛卿的路线，这是今天的行政区划的名称。但阿尼玛卿的本质是9层水晶宝塔。愿我具福报而得见，我以具福报而得见，顶礼并感恩，时时求护佑。80。听说他从1958年起进口不严，据说长达20多年没有说过话。他不说话不是出于雅戒，而是反抗。他扮疯癫不是出于疯志，而是反抗。无言的愤怒胜于呐喊，无泪的饮泣胜于痛哭。如今他头戴染成黄色的羊毡帽，用无数潜行者的供奉修路盖金堂。当我在雨水浸湿的工地见到衰老的他，由衷的俯首，再三的顶礼，难以置信竟会如此亲近地见到一位菩萨。他是下住秋央仁波切，他或许就是阿尼玛卿在现世的化现。81。离开玛卿的前一日，见到了一位居于俗世的占卦师，他以蘸墨的只字笔在木质星盘上飞快地推演，又以果洛方言铿锵有力地说道：第一，关于写作，如同一朵含苞欲放的花，但有风雨的阻拦，需念诵10万遍莲师如意祈祷文。第二，关于护照，这本是人的天生权利，却不得，除了有人助办，急需修此大自在祈祷文。第三，关于护法神，除了与乃琼护法有特殊因缘，并无其他特别的卦象，而你与杜母有树叶因缘。前2卦是我所求，就如同一颗受制于各种恐惧的心啊，终得以无可替代的慰藉而添足勇气，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。2018年8月至2020年2月，写于拉萨，修订于北京。